后来继续来看，行政院提出着1.25条的国防特别预算，但是卡里的反应，美国有34个跨党派的参众议员联名假批，寄予立法院长韩国瑜，寄予纳白两党的主席，寄予各党团的总调，希望国会会当赶紧来通过国防特别预算。国民党的发言人余富定是回应讲，国防预算真重要，但是要避免某一寡人滥散使用特别条例去偷渡其他的项目。呼叫中国海警船1453栋，公布甲中国海警船赶走，中共对台铺设侵扰不断。国防部今仔日发布上新海空域周边的动态，侦查到共机42只，共拦11只，国军严格监控应对。因应中国的威胁，行政院提出一条2500亿的国防特别预算，不过今麦锁伫咧立院卡关。美国跨党派议员汉尼直接写批，互国民党郑丽文、民众党黄国昌两大在野党主席，还有立院院长韩国瑜、民众党团总调郭建明，最后副本通知南北两党的总调。内文写习近平当咧用中共一切国家势力控制台湾，减弱台湾的抵抗意志，望你支持一项强力长期的国防专案预算，清楚表达台湾自我防卫意志。包括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 Jim Risch、共和党的参议员 Ricketts 等34个参众议员，除了美国调解呼用我国国会通过预算，还有人伫咧众议院的听证会直接点名。Does KMT secretly stand for "Kill Me in Taiwan"? Is it the "Kill Me in Taiwan" party? Can the KMT meet a challenge to write its own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? 面对美方接受话话，在野党嘛强调预算的心息未退让。美方要表达对于国防的关切，这个我们当然非常的尊重。那我想也会妥善的来做回应。国防预算它当然很重要，但是避免这个某些人滥用国防特别条例去偷渡其他的东西，也同样重要。调解三不合的局面，美方的国会议员发声，中5万国防预算会当推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